南屯北江嘛，吼，所以是顿安关无。那么伫顿安一道吊门论内底讲顿家顿主妄念，咱兄弟姊妹，咱为什么叫做重心？因为我们重念重生。亲像咱昨开会的，当然中影 A 区的组长都是上班族，无就是咧做工课，像阮美华就是即阵当时晚临甲4点半爱爬起，但是嘛爱叫阮为着伊做组长了，嘛爱甲我去高雄的，嘛爱来开会，嘛爱来读书会，但是伊4点半爱起，伊早做真侪，敢要安尼？毋免呢，伊的一句就讲，我晚临甲做会议，我满载4点半起，但是种组长该咱会安尼？因为你有你的使命甲你的责任，伊敢有无晚临甲照上班，体力都愈好，因为我甲讲你顿开始就困，你若早困，你搁伫遐烦来烦去，搁无困，到10点困是共款意思。那么而且咱了解就是讲，咱建议要咱顿除咱的妄念，因为互学的这认得，阮是陈摊主来阮兜的时候讲，开会还是你落去我拢毋敢讲啦，我坦白甲你讲啦。你叫我做组长，我是真正足艰苦的因为呢，我真正足无闲的我也要做工课，也要交流，要看师傅咧做。我讲，你爱敢问讲，为什么你这种工课通做？别人无你有，你爱敢问讲，你家庭的平安顺利是拄倒来？天风输着，咱更加爱搁较拍拼，爱去做一个安排，做一个安排。袂当讲我做足无闲姓氏就无爱办啊，这是袂使。因为咱爱顿除咱的妄念，因为世间所有的物件事实咱拢早袂转去，互我就甲讲，我即摆领楼梯好啊，2万箍啦，我嘛是会当去拍拼趁钱啊，但是我为什么我这2万箍我迄个安分守己就是讲我用这2万箍来，人讲量入为出。我嘛是咧知足啊，知足就是快乐啊，所以五食五有所得。其实咱修行学道，咱袂使有功德相，所以伫咱心灵经来讲，是人得道，实无所得，来咧，为化众生是民得道啦。所以讲，咱今日无啥物所得，但是咱的使命就是爱为化众生，为化咱内在的这众生，嘛爱化到咱有缘的兄弟姊妹。所以呢，而且呢，咱顿悟法门就是咱六祖大经内底行品这一篇内底所写，这是互我不是本心呢，学法无益的课程内底就有啊，所以互我就甲附注甲加入，搁而且来甲咱做一个复习做引中极对3个字去，安尼咱读3个为祖师就甲丝丝笔体为留伊就为祖伊3个是到咱的五祖上法。那么五祖咧，伊家生者为所以伊早呢道本的时阵呢，也是一师传一道袂当像咱即阵遮普渡，不能人见为说金刚经。我咧想讲，伊早当然是无标准啦所以呢，而且既应无所得，而生其心。遮个时阵呢，咱慧能祖师呢，言下大悟的。伊是大悟咧，毋是像咱王先生、点人师讲咱的拢，不管是拢假的啦，一切万法不离自性，万法有生生，嘛是万法有生灭，所以这一段咱就了解讲，为什么伊传的是顿悟的法门，因为伊来伊去甲咱五祖讲，好以自性本自清净，本自生灭，本不生灭，本自富足，无动摇，人生万法。这四本一定的物件呢，咱已经听到人讲已经拢背伫咱的脑海内底，但是背伫咱的脑海内底，咱无法度去甲做伙反复，所以咱一直遮也在做中心是安尼来本来就清净的，互我等下甲咱分享所以这个是互我摕出来甲咱做一个参考。所以呢，咱五祖知影讲，伊已经悟着伊的本性处伊才甲慧能讲。因为伊嘛足惊讲伊骄傲，所以呢，其实伫咱学道修行学道的规定内底，咱一定咱讲佛法世界在谦恭中求咱愈捌愈济，爱去愈谦虚，伊就是惊咱六祖呢怎啊因为安尼骄傲伫所有的弟子内底，所以伊就甲讲，不是本心学法无益。你若无了解你的本性处，
学所有的法是无法度，因为你无法度改变家己。但是你若如果会当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间重夫天因师分。哦，你会当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你就是一个修道勇士。人讲济世不退道的啦，哦，以早呢，咱甲梁辉先生，互我一直记一句话，因为呢，伊去带病伊啊，互我嘛有去遐看，在甲所有足侪前贤去，伊就安尼甲咱鼓励，修到即条路一定爱行，得经历经天明经，而且咱用真心来行持来修办，啊，那么咱就是济世不退的一个修道勇士，叫做丈夫，哦，那么天人师当然咱要成就甲。人像咧孔夫子迄哦，至圣先师是咱天上地下的这道师，啊，若到佛呢，就是自觉他行圆满的这个佛啊，已经到咱四圣体内底的这佛的这修法界内底佛的这意境啊。所以呢，伫华严经嘛，甲咱讲，不能要主心温和以正道。你若有失自本心，袂了解真正道经、易经、天明经呢，是无可能。讲甲安尼烂糊糊，啊，咱嘛抑阁无法度用真心来行持，认真来修办，所以呢，而且互我先甲咱分享。那么伊最后一句是讲，就识自性，以悟七智佛地，就是即种的一个重点，也是本经的宗旨。因为众生呢，往往不得自悟，以咱众念重生，咱往往在不经意的这当中呢。袂法度人自悟着咱的本心处，这是咱做众生的弱点。啊，咱为什么咱修一个开模者？当然有伊的根器，啊，咱的根器呢，就是人讲讲比较劣势的根器，啊，所以呢，而且咱就是爱加油啊，咱就是爱加油。所以需要来前必须习得见性，所以伫咱法制品开宗明义就即句。佛的法制是伫世人本是有一志的心内不能自悟，私家大善知识是道见性。啊，咱有啥物物件爱大善知识甲咱知识教导？因为呢，咱一般的众生咱自卑无明，咱本来是依道德更少少的，但是咱通爱着啥物定经？通爱着定经以后是安甲咱讲，欲经欲定欲识。那么外缘内扰，看到外口外缘，咱招咱啥物所在内心世界，而且佫感受具处，所以兴趣的处，咱就一直走，啊一直取。我讲，你若甲体会做艺术的啦，为什么兴趣的去这么写？为什么安尼写？因为你想要找着啥物，你的兴趣就是为遮去，所以那个叫兴趣。那么咱一般众生就是自卑的咱来讲明，啊，互啥物大条的，当然就是互咱的实地实价，互咱的五欲六定，通爱定见外缘，就叫感受福定。啊，来的时阵，安尼的时阵，就爱啥物人？落他世尊将三来去，种种苦考，三种在部经典84000的法门，为对治众生84000的病病。种种的苦考，我老偌侪经典，有人读，咱拢读袂完，怎读都读袂完。咱一般的地主搁读这经典尔，像迄佛经图文品啥物品，互我拢有看没有懂。我拄捌读过图文品，为什么我会读图文品？是因为阮迄阵阮长辈伊要考试，就去迄个已经满到迄个应证师，伫迄个老米教伊遐叫应证师迄个秀成老师讲所以伊第一年考无好，我是一年我带你来应证师拜拜，摕过伊的衫来，我是讲好人伊衫拢读大概咱咧秀成老师安尼甲我讲，我听伊的呢，听伊的，就真正客气，我伫台南咧补习，我就去，就对师傅伫遐上图文品伊就开始叫阮爱发一个关的啦上尾一天阮会去。咱伫遐对拜，拜拜了，伊甲阮会伊用啥？伊讲甲阮咧后生收惊收教伊的时阵伊讲，你这个妹妹你爱发亲口愿，我就甲讲师傅比如阮即个已经食素食足侪年啊，伊讲安尼好，安尼无问题，看你要考啥你尽量甲想，你一定会调的啦。所以呢，迄间会就是安尼了后，伊讲妈妈，
安尼我一定吼第一志愿一定师大数学系，无讲好，安尼一定会调的，咱甲发一个愿的。所以呢，我甲讲你发一个财师，吼，所以呢，就是那伫啊发一个财师。那么伫遮呢，我发感是讲，其实咱人就是安尼，会受这个外界的一个驱使，就爱细阵老遮一个经典，伊去甲我讲着普文秘，伊甲我讲爱去考试的时阵你妈妈就爱伫外口读普文品，互我真济外口读普文品呢，逐摆伊考试考2工考了，所以互我才会记得讲我有读过普文品，所以老遮个经典将送来去，就是正定正修正定，即个因缘呢，苦口无心，劝人求心。就是要互咱众生呢，会当真正甲咱的脾气毛病，一切的即个相理相见呢，会当真正来识别，来识知，无向过求，加分无钱过分，开佛理解，是佛理解，互咱的众生是毋是有法度人悟佛理解加就佛的利益，开始悟入呢，这是互我做一个理解啦，对不对呢？咱往即个其他我做理解，来，搁再落来，伊讲。三世诸佛在部经典，在人性中本自富有，是古今的真理。咱即本册内底有只要能悟着本性，便能修行尧舜心变。所以顺好人也，不好人也，有为者应就是。而且呢，咱天德大开普渡，互咱师尊后大人甲咱讲，互咱即世修，即世行。只要咱若相信。咱可以就会信，因为信愿行证，咱处长呢咧讲即个断理以后呢，讲甲非常的好，你信愿行证，只要你相信，你愿意做，你有迄个愿力，你就法度人看你的接受。即个号召你嘛是爱愿力，才有法度人看接受。那么愿力，你有即个愿力有去做，有去做，那么你就法度人证得。其实毋是互口安尼想讲毋是咱三寸开长到大家了发的意见，其实就是讲咱在世待人处事当中，互我上较简单的一个想法。我甲阮江坛主即阵2个人尔，对不对？逐工互我若无出国逐工阮两个拢会相像。伊即摆呢，伊今日搁去看伊食时间嘛今日搁去看，即摆因去拢爱收买嘛，互我想奇怪，遐济人爱翕着伊，伊就讲咱会赢足济。对啊，就是讲有时间。伊甲医生甲问讲，你敢有去来像迄庙寺去对去做身体检查，就是去做抽血啊？伊讲有时安尼抽血会着时间。阮江南主就甲讲，医生我无咧，我从来拢毋捌去庙寺，像咱迄个观音寺做检查，伊拢毋捌咧，伊毋捌咧健康检查呀。伊讲无咧，伊为着时间。我讲你会着时间，毋免怀疑。因为你睡眠不足，人讲主时啊困袂着，安怎较好食补药。11点到1点是啥物人咧休困啊？寒咧休困啊，寒单咧休困。伊毋是啊，因为互我有甲恁分享过伊迄叫做夜光族毋是月光族，叫夜光族。无甲天光伊无困咧安尼，所以即间去检查，前一抓有较好，因为伊会惊，所以伊就拢会困，食药会较爱困。即摆若是讲较好医生搁第2间伊甲讲好伊就安怎搁足暗困搁看电视去看一个棒球比赛，啥物货看大陆剧的戏剧，就搁看到捌即间互我3点外起，伊搁咧看。互我一个是讲奇怪我楼骹搁有电视的声，我就开，因为我开2楼，伊搁2楼我就开3点半你搁咧看迄个时阵。伊阵仔是讲好安尼，我要入去困。伊阵仔入去困，互我袂困一个，因为互我咱讲试看电视档，就开生气互我会生气对不对？我就讲明明肝无好，咧食时间，咧搁到即仔袂困，因为互我做少咧看伊困无困，因为影响着互我。所以自从迄间了，我开始就无爱看伊几点困今日去看医生，医生就甲讲你有熬夜无你哪会安尼？哪会迄个指数都举起来？伊讲嘿医生我最近有咧看迄个连续剧袂记得啥物名，伊讲看大陆剧的即摆已经因为我咧准备这资料啦，无我哪有时间对看，
即摆伊就讲，我拢暗过，伊讲安尼袂使哦，所以伊今日转来就讲，讲我今嘛要较早困，我较早是几点？是会使1点还2点？伊讲无，我要学你11点就要去你困。我讲上好哦，上好，我即摆开始会甲你检查，甲你检查看你几点关电话去困。所以呢，其实互我拢安尼想啊一切爱靠家己。本来拢有附着这物件，你要如何秉住你的脾气？其实有人讲祸从口出，哎呀，小病不小心，大病有原因。那么上天慈悲，伊叫咱六祖宇宙主甲咱讲，只要你悟着本性，会当修成了顺。这是伊甲咱教，伊甲咱提醒，嘛伊互咱的保证。可是圣语甲咱讲，道在圣传，修在己。一切靠家己，一切拢爱靠家己。搁再来，咱就要讲98页来，咱到98页，我啉一个茶咱读到那个好。好，预备开始。先地先，地位观照，内外明帖，摄主本心，若摄本心。即本解脱，若地解脱，即是法界三昧。法界三昧，即是无量。何名无量？以见一切法，心不量掉，是为无量。用即遍一切处，亦不着一切处。但净本心，思六识，出六闻，无六因中，无量无杂，来去自由，同用无地，即是法界三昧，自在解脱，名无量行，若应运不输，东名断转，即是法宝。即是变变，显地是我无量法界，万法尽空，我无量法界，见诸不净界，我无量法界，智佛地位。所以呢，搁再这一段的分析品，已经到后壁伊来就要讲无常期啊。那么，即呢，伊嘛是甲咱讲。头前嘛是搁是甲咱尊称咱各位善知识，智慧观照。那么本自辅助，伊就讲叫做智慧，爱用观照，毋是用看。你家己看嘛，看袂着。你要安怎内观？内观内底就是用咱的自性分，用咱的自性分。咱若有咧讲三宝，咱就知影为虾米讲即个观。那么内外明帖，内明外帖，内心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像咱中央迄间迄老力，你敢知敢是经过迄个？迄放炮吼，我伫阮兜的房间吼，听着我咧讲电话吼，互我向拢惊一跳咧，我地动咧，我袂想迄地动安尼大炮弹落来共款，因为阮住伫迄个夜市迄搭遐吼，若咧放炮的时阵真正足恐怖，阮的厝会摇呢，嘣一下，所以呢，阮江潭主吼。伊就爬起讲，你敢有惊着？我讲好，我惊着，真正惊着。听人讲，毋过我伫阮遮无啥听着咧，伫阮遐真大声。那么，互我敢有动心？因为叫我迄个声惊着咧，你敢会想讲无？我出来看卖啊？结果我拢毋知影外口是咧创啥。但是伫阮咧门看出去吼，足闹热的对啦。互我创诶拢暗暝嘛，毋知影咧外口是咧创啥假工吼，换粉色。阮咧隔壁的迄个欧巴桑欧丽莎欧巴桑来讲，昨晚就是啉庙时要闹热安尼跑放蹦叫。那么各位浅显，咱敢会放下？有人我以前会啊，即摆拢袂，真正拢袂放下就对啦。袂想讲，无咱来甲看卖啊，看外口是咧创啥，咧放炮放遐大声。阮江潭厝嘛拢袂安尼，我甲讲安尼你若袂歹你。智慧观照内外明帖，外口咧创啥咱一清二楚，就是咧闹热。放这炮有时我会想讲，为什么迄钱无爱留落做这困难的人？
一门头遐尼济钱，互我真点捌问过迄个黄树香因爸爸，因为伊是咱去福宫的主事，真正我所讲我去看眼科，我就甲伊问，伊讲吼，这张小姐你毋捌？迄个吼，什么啊？辟邪就是当咧泡互咱咧无好的物件会当顿除，有时人是迄个交陪来，就是甲咱斗点的。是哦，安尼因互我倒了解无嘛？我毋知影讲为什么新年头家爱放遐尼济炮，安尼来对月面贴，也是讲建议付出智慧了，咱关照咱家己的内心世界。外口咧创啥？内心爱明清清楚楚，外口的言咱爱明明了了，就是爱非常的清澈明白，事至本心。那么玉石本心，就能解脱。安尼也解脱，你就达到智慧正定的智慧，就发这三昧。发这三昧，你就法度人无念。那么当然，这个无念，毋是讲拢无思想啦，是无分别妄想执着这个无念。好名无念，知见一切坏心不染着，思来即灵，思去即不离。是为无念，我会后壁甲咱分享。伊讲用即片一切处，只要你会晓用。就亲像咱菩提自性本来是物，但用此心得了成佛。但用即个用是爱大用，而且你都爱用得着，茫错用心，茫用错心啦，所以呢，你若用，就变一切处。你不管去到地，咱今日，咱出去开放也好啦，咱去到国外开放，互我医，互我治全身啦，互咱的就咱即个美华先生呢，伊拢会去。佛山，离普陀山遐济去表白，因为伊住伫重庆内底，互我问一下。伊来求道了，伊太太出来求美华道来求道呢，咱就开始请大家开始流目屎。伊就开始流目屎，但是伊拢无变动，伊就是流目屎。迄阵对面咱到伫遐有来个济人咧开始流目屎，背啊，感受着了，讲要抖音，迄弟弟迄个何风辉是弟弟。搁要到弟弟来求道呢，假工就要出来。去营你问咱你，好个再有意面伫遐甲互我安住啊，安住。因为互我紧张啊，因为互我是一个非常之浅的检断师而且咧值佫无够。互我做惊讲，因为来检道，咱佫之浅好个再有这浅显咱内面伫遐较有经验。里面烦恼啦，问咱再来时到时间啊！我讲夫伊讲伊是激动呢，你看伊弟弟来了，伊伫好，咱嘛毋知要安怎甲讲啊！问咱在伊也来发起要安怎？互我就是惊伊发起，因为伊是互我有看伊 FB 有心弹，拢为这个因缘内底，互我无法通进定，互迄阵无智慧了知，互我就伊因转去了，我就会甲你为要安怎？我会紧张，我伊有免困我会惊死啊！问我真正有来要安怎？所以呢，真正照迄个时间就来，阮就准备，伊就传太太来，讲毋知几个，就互我袂记一来，内面去做上礼嘛，伫这因缘内底，互我就先甲泡茶请伊就开始甲讲讲咱求道，是周公大礼，有献供，有啥物，咱准备的你若有感应的时阵你望影响着咱办道的这个听事甲历史，伊有其他的求道。安尼刚好，我甲迄个何先生来讲，伊讲无问题，老师无问题，我绝对会照你讲的安尼做，你免烦恼，互我心安尼怎啊定落来呢？真正当伊开始求道的时阵，迄尊敬的心、诚恳的心比咱搁较诚恳，比咱搁较尊敬着咱的周公大礼。所以求道了后，来搁一因缘，互伊整理咱的活动。咱活动要整理，伊是来啉茶啦，来教咱阮啉茶，来食饭。我毋知伊有哪有咧做维修咱的厝，就是油菜啦，所有总包、水电总包。所以咱即个维修就是互伊，甲咱维修，互伊甲咱包2班的钱出去。那么你即个因缘呢？咱即摆交伊好朋友，常常甲我讲，曾老师，你什么时候来？因为伊讲伊要配合，伊是世间法嘛咱是出世间法，伊咧要度伊遐的有缘的
兄弟姊妹咧，咱才求到升天大道。所以呢，伊求到了后，伊才感觉讲，哦，这是影道真理真天命真，伊直常常逐工甲我走啊，伊拢想甲我走，伊叫何凤辉，因迄个弟弟啊，叫做何什么辉啊，逐工嘛拢甲我走安尼吼，互我会歹势。那么而且我感受讲，咱求着升天大道胜利真团，那么咱真正用咱的本心，用咱的真心去修办道，知见一切法，心不连着，心不念，来到遮用即变一切处。就是讲，咱真正用咱的智慧去处理一切代志，用咱的真心，而且用，咱就当变一切处，而且咱保着一切处。事过就好啊！甲迄个豆因拢顿食饱顿个，我甲你面讲，我放心了。我真正选一个大贵咧，为什么安尼？第一，经验不足，功德不足，才会有即个考验。所以呢，而且会讲。只要咱淡静本心，只要你清净你的本心处，你付出的智慧会当应付一切，因为有智慧。伊讲，而且甲咱讲，只要你静本心，会当互你的六识出量，就是你的色声香味触法，会当出咱的六根，绝对咱的六根是一个器具，袂受影响，袂受色声香味触法之影响。所以伫这六根当中，咱若无染无杂。很上界的物件，以阮本地来讲，有需要你去买，毋通贪，毋通贪。像阮即阵来讲即个时阵呢，咱讲要买，迄足水的衫，还是讲足贪讲要爱呢？人讲以早的爱袂收的学着，真正要爱的物件，咱拢无爱。确实是安尼讲，因为咱无受染杂，不杂来去自由，就是讲咱的心呢，物件来，去。实在这件事情就不留，非常的自由心，而且佫通用无知，咱会当甲善用无抵赖，这就是法界三昧。因为你的智慧会当互你的内心世界当达到正定，那么当达到正定，你就当自在解脱，这叫做无量行。但是也别好来讲伊佫来提醒就并不输当年断在这是法法，就是边界。这五件是伊的边界，咱后壁注解互法，而且无搁来甲咱重述因为互法要解说迄我嘛袂使会晓啦。但是边界我知影，边界就是你无正见嘛，无正见，才有而且有边界，就是咱的偏见。那么伫遮呢，伊后壁搁再甲咱强调，只要你法度人无到无量法者，你万法尽通，一律通万利天，会当无到无量法者，会当见诸佛境界。无量法者，智不离慧，这是甲咱肯定的。那么头前伊甲咱教，甲咱解说，后壁甲咱做一个肯定句。所以呢，这咱经典的好处就是伫这个所在。那么人家就我甲咱分享，伊讲智慧观照，内慧明解，识处本心。你讲你有法度用智慧观照，你着内心世界甲外缘的知见，拢无法度甲伊分辨。自心意无所攀缘邪道，是忏悔篇有一段，不可定空修就这事，讲学道论。因为你道有法度人讲学道论，你才袂有边界，才袂有定空修就断灭空的这个过程。识自本心，达诸佛理，一定要达到识自本心，你才法度达佛自理。那么要达诸佛理，你该何讲接本？何讲这本就是讲你导人、成全人，甲待人处事内底，而且牵扯度啊！你教我导人达到这真理为虾米安尼写？而且无分别，无讲无认，达到菩提，就是达到咱的觉醒，而且真心不移。咱的本心毋通互色心牵咧戆说，咱的本心互咱的色心牵咧戆说咧，咱的真心咧会被牵流。并且流浪生死，上定苦海，饮食之道。那么这叫做解脱离见了。那么而且呢，解脱离见了就是达到圆满。这是互咱的今年不修本心学法无用的一个课题。第一，咱爱相信自分；第二，爱持之有门；第三，爱达到解脱离见，就是爱达到圆满。因为咱忏悔篇内底有自迄个五本自心。
自心发心向嘛，解向定向回向，解脱向甲解脱地见向。哦，所以呢，这是佛法，而且甲咱做伙分享。伊佫讲，并不是当年断，这是方法，这是边界。那么当然边界咱以正点来化解，而且佛法来提出来，摕这故事出来甲咱分享。咱真紧拢捌听过，哦，一定拢捌听过。伊有一个视力不良的，到像佛法安尼挂一支佛法眼镜的，吼，3个去看戏，咱轻松一个哈，听过再听一遍。啊，一个人就是耳孔足大，臭耳人的，吼，亲像佛法即摆去看阿华哥吼，伊早叫阿姨花，伊拢看到烧声，即摆你若去看阿华哥吼，你就有哪爱注意耳孔，无你会加看到无声。因美庆啊讲，伊等下挨落一礼拜已经烧声，重听，吼。咱老菩萨会重听，好奇怪。我嘛，但是人互我妈妈86岁吼，目睭嘛好好，啊嘛无重听吼。但是伊为伊较歹，叫做骹落歹，脚落歹，啊这一定的啦吼。那么第3个歪头、起头就对啦。啊，咱3个做去看戏，对不对？啊，人咧做歌戏，咱细汉嘛拢做爱去看歌戏，然后我伊阮连表来到中央看歌戏。那么这边歌戏呢，看了后。这3个人就安尼讲，伊讲吼，这个视力不良就讲，吼，迄锣鼓声吼有够老，这个锣鼓声有够好听，但是吼，迄演技无介好，啊，看迄安尼糊糊，哦，啊，伊视力不良啊，伊拄目镜，对不对？伊老花眼啊，所以看人看袂清楚。啊，来第2个重听讲，吼，今这个演技有够好，吼，啊，迄舞台的锣声吼，就是规摆的吼，就是迄舞台的锣声、锣鼓声伤细声，我听袂着。来第3个，伊讲吼，啊，恁2个真正吼，人讲又讲无水准。今日吼，迄戏班啊做伙演技遐尼好看，哦，啊，迄锣鼓声遐尼好听，恁拢无听着。一个讲看袂清楚，一个讲锣鼓声无听着。啊，若我呢，我的感受就是讲，逐项拢足好，唯一吼，的缺点就是啥？气白打了歪歪，迄叫做歪头，对不对？伊遐歪头安尼看，啊伊安尼看，当然气白就歪歪。那么而且这叫做啥？伊看的角度无共款，哦，角度无共款。那么有时啊，咱为什么会用争执？嘛是因为咱有边界，哦，也是伫遮个有时啊，人会用啥物金碧芳哦，上师的故事来做印证，哦，金碧芳上师的故事来做印证。这嘛是种边界，因为伊想讲吼，伊一定落了后，无人掠伊会着。哦，但是伊有一个结果嘛吼，伊拄啊执念那一个衣钵，啊，所以呢，梁文龙讲伊的死数已经到了吼，未成主生，成主死已经到了，叫迄个乌白无上向的小鬼仔要甲掠，是掠袂着啊，伊一顶啊，啊，所以伊就去找即2个小鬼仔，无法度转来梁文龙交差，伊就讲吼。啊，我无法度掠着伊啊！伊讲啊，你去找托公伯哦，啊，托公伯就甲讲吼，伊有一个结果，这是伊心中现在执着的物件，伊有即块结果绑的。啊，你若法度找着伊结果呢，你就当互出定啊！啊，找着真正去找着结果，听，啊，这迄个金标上师听着伊结果咧用听呢，伊竟然走出来，走出来，赶紧走出来，但是伊走出来哦，伊当下有讲哦。当下诶，赶紧甲这个结果讲话吼，办掉，再就地哦。所以才有去收记哦，有收记讲吼，迄个啥物啊？地个设立讲吼，啊掠袂着伊这金碧芳就对啊。哦，这是佛行来甲咱分享。那么当然，无量法门、净土法门内底，伊是有10种的分别，而已无别。哦，那么量。啊，就是分别，不良就是无分别。那么在不良法门内底，法门内底有有甲空，现象界就是有甲空的物件，空中是妙有哦。但是伊毋是两个，因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哦。有就是无就是有。那么真空是妙有，妙有就是真空。那么这两个极端的物件，咱来大家调和起来是无分别。有时啊，咱拢会想讲，咱看着即项物件，看着即项代志，如果你无去斟酌，甲我无代志，哦，甲我无代志，
但是讲无代志，其实咱莫去惊代志。但是若敢若有代志的时阵，你要如何有智慧去做一个处理？哦，所以绝对伫这世间绝对会有代志。哦，因为有人就有事，啊，你要如何来调和？哦，理事圆融，到我们就讲无分别。那么你家好好来跟咱分享早教的无分别，因为这是伫佛法看的一本册内底，来甲咱分享。星云老师迄本册甲咱分享，这是人间福报。伊讲顿将无别，你爱顿哦，事爱讲修，人顿八将。那么你家呢？顿五到分别无分别。咱机器若较内的，你有法度人理顿哦，但是事嘛爱讲修啦。所以讲，咱心修大师，伊是讲修的方法。菩提，迄个讲，菩提什么啊？心是菩提树，菩提看老和尚读详细，当然讲的说，心是菩提树，心如明镜来，时时听我是树家的咱这个讲修的方法。那么你家好好跟咱分享一个小弟讲，伊讲一个村庄内底。拄啊，因为来听无水啊，对啊，因为无迄水管到迄个山，迄个部落，伊逐工拢行5里路的所在去打水倒来食。有一工呢，伊就甲因遐的一个咱这里长也好啦，就是因遐部落的一个长官，伊讲咱逐工拢去到行5里路去打水，真正有够辛苦的啦。请你这个长官呢，是毋是会当甲阮想一个办法？这个长官伊做智慧伊就讲好，即摆要去打水一条路叫做3里路，这是心态问题，对毋对？5里路甲3里路拢平远啊，因为古井共选伫迄个所在，迄个咱这百姓敢有影响？有影响呢，有大人做讲，伊讲即摆咱打水剩3里路呢，所以讲其实咱成佛成菩萨，咱了断生死轮回的路到平远远食1800里近，食在咱这。所以呢，其实在咱的心是毋是有法度通顿悟？毋是修行这条路，了脱生死这条路有偌远？这是顿悟无别的这因缘。迷悟无别，人有迷悟，法无迷悟，但是因气有离顿。所以呢，伫遮呢，互我拢安尼想互我看这个故事，伊讲有一个白头毛的老公公头水手买头毛买水手买水起来，人问讲，阿公啊，你今年几岁？伊讲我才4岁尔，这故事咱捌听过伊讲我才4岁，人讲奇怪，老国国啊，我水手头毛啊，买水手啊买啊，水起来哪才打4岁？那么当然伊就安尼甲回答，伊讲呢，伊离我参谋不团，批5死年尔，过去人生拢无意义。所以批5死，所以互我安尼甲想起来，我今年29岁尔，因为互我36岁的时阵，才打入佛堂来听道理尔，所以互我今年29尔，互我即摆无爱甲想讲我今年65啊。所以同学你可能较侪岁，因为你离道场较久。阮辉煌民政是互我的同学伊离道场较久啊，所以你可能较侪岁，互我当29岁尔。所以呢，伫遮叫做迷悟无别若智悟无别智悟无别，慧能大师讲，为成本无差别，在性人无较济，在凡夫无较减只言迷悟不同，所以有无有智。而且咱对常常人有下下利下，人有常常利，对不对？袂使轻去我一台火运安怎软无空软袂过？偌济大人伫遐想无办法，到尾送伤出来。10岁的一个囡仔讲：你袂晓甲伊风放较少风放较少差一滴滴真袂真摕袂摕链仔的风，火车的链仔无人链着，风小甲放一滴较低会使过。所以讲你讲囡仔无智慧甲咱的智慧拢共款，圆道道光足足所以第4，邪情无别。人有正邪，法无邪情，较是有影法无高下，有机即义，业无贵贱，对境之念。
所以而且伊讲的讲，一切现象界的物件，拢无邪价值。金钱，我伫遮有写一个金钱。你今日金钱若甲伊善用，就是啥物发财。今日你金钱若无善用，去做做，那么这钱就叫做啥物？业着钱。所以咧，伫遮咱钱济甲少伫厝，重点咧安尼安怎善用。那么人有正邪，就是讲，人讲今日是一个有正理正见的人。但是伊关机倒教，像咱孔夫子关机迄个因材施教的一年内底，伊对伊学生三天地处内底，伊所教的方法绝对袂共款，对不对？有时仔是互伊一个自卑的讲法，有时是放头放好，所以就袂共款。所以法是无写钱。人讲一个有正理正见的人，伊讲啥话嘛是正法；一个有啥理邪见的人。伊讲正话，人嘛，佫袂相信嘛变邪话。重点就是伫咱的心念若情绪无别，迄个说话算无别。会。或者圣经讲不垢不净。那么维摩诘经嘛讲，虽其心净，则不透净。上界垃圾的莲花，上界好食的莲子生一对，生伫即个雾面内底。咱中央嘛有栽莲花，栽莲子。你也甲看，迄水拢无色色。我咧甲迄个阿娇买莲子的时阵呢，我讲我这莲子哪会买？迄天呢，伊摕一包拢无迄个了膜的互客。我讲这咧煮，你无了膜我要安怎煮？伊讲你哪会使煮？但是这较营养。我讲为虾米？伊讲无了膜迄内底苦苦的心煮咧苦甘。因为我家己毋敢煮，煮咧我惊我规碗的糯米怎么拢袂食。所以家己毋敢煮，我想要来问讲要安怎了迄膜仔条乌迄内底迄个心因为莲子的心会当体会，可是伊是足苦所以苦的呢是一种良药，可是咱要食，我做惊我的莲子煮迄落冬瓜肉，还是煮冰冻的，咱袂食所以肮脏的污泥也能长出清净的莲花，所以清净甲污秽是一组不及的一组无极的。真我无别，那么真我无别呢？我伫遮感受就是讲，咱袂使有分别相。看有个人生出这水，还是话公直的，咱拢有分别就毋对。因为咱这个分别就是对来妄想执着产生，妄想执着产生的。所以互我以前伫公司上班伊早捌带我上我脚上上好了就是迄个阿伯因为我咧整理课因为呢，互我有时仔做外援咧，爱办衫爱送衫，拢是伊咧甲我帮忙，因为我对伊上好安尼所以呢，其实我拢感觉讲，虽然伊生做无做伙，但是伊较含慢。可是你只要呢，人讲以礼相待，没有分别心，其实拢是平等的，拢是平等的。所以呢，伫遮人我是无别，那么道无无别。有时咱道魔是咱人道心甲魔心是做伙咧交战的呢。你今日想的思考，咱的念头是恶的恶念，那么我们就是魔。咱另外一方面讲话讲，是道心做主，迄阵就是佛。所以是道无无别。有啥物安尼讲？放马多多，立地成佛。那么伫遮呢，我以前捌学习一个小故事。伊讲有一个小三妹甲伊师父来掠扫涂骹，扫涂骹的时阵呢，伊拄仔打死一只呢，迄牛这个师兄的师父就甲讲，你杀生害命你迄一边爱背一边，你爱去迄断崖遐跳落去，安尼啦，伊就讲是这点重但是师父安尼讲伊佫毋敢无做，伊真正去断崖遐要跳落去，对要一边一命赔一命但是当伊要跳落的时阵，伊就伫遐念阿弥陀佛，先甲迄只骨超度者。那么当伊了解了，拄仔一个呢，抬猪的一世人拢爱抬猪的行过，就听因两个师兄弟安尼讲的时阵，伊讲，打死一只骨就爱对断崖跳落，一命赔一命。像我杀死遮济猪我罪恶滚滚应该是我代替伊跳袂好伊甲迄小三妹安尼讲。小三妹讲毋通啦，迄是我打死只牛阮师父
入地想伊跳落，敢会真正有实事？无啦，哦，啊，咱的仙君马上来探，哦，来甲救起来，来甲伊探起。所以入地成佛，咱过去做安怎？互法拢安尼想，过去咱毋捌的时阵，哦，咱食哈尼济人讲。阮是处长常常咧讲，互我伊早听讲道理，伊拢讲吼，食人骨头断规山，吼，互我哪听来真有惊着咧。食人骨头断规山，迄阵咱毋捌，但是即摆咱捌啦。哦，咱已经了解因果，了解因果了，咱就知影讲，哦，咱爱食素食注意心。就像咱阿田组长咧，伊讲伊表姐吼。我的人头嫁叫搬来一个小姐啊，本来是按说问啊用的，讲要做伙来洗尾鱼咧问入教，食素食食10几年啊，啊，佮而且拢咧放心啊，啊，互我就甲无讲吼，爱甲要听道理啊，敢有求道啊？伊讲嘛无求道嘛，无爱听，但伊拢听迄个海涛法师的这电视台哦，啊，所以有咧放心。我甲讲吼，咱来家做一个了解，为什么要食素食？哦，啊，伊还袂求得咱啊大几啊，要生做水水啊吼，拢会去不断找，咱叫咱阿婷叫做师姐啊吼，啊，所以呢，而且互咱了解讲，道无嘛无别，看你是当下哦，是真我做主，还是色心做主哦，这叫做道无别，是非嘛无别，是非有人的所在就有是非。那么是非安怎产生呢？立场的差异，看法不同而已。哦，确实有影。啊，人讲是非朝朝有，不听自然有。有人所在就有是非，因为立场无共款，看法嘛无共款。但是若沟通了后呢，做一个善良的沟通了，应该就有法度来磨合哦。爱憎无别，讲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哦，这叫做爱嗔呢。这嗔恨嗔念一心啊，一心嗔念起，会烧掉那功德里全部烧了了呢。哦，就无采咱咧做啊。所以呢，迄刚才处长讲迄个故事呢，迄个典故我感觉是袂歹啦吼。伊讲有一个人饲狗啊，一个人吼，一个人做生气伊饲狗啊，对不对？啊，但是到尾你敢伊互助？所以其实咱人是互助的一个团体，我们是一个互助的一个团队。哦，有时啊，咱讲定是要互人要拜托人，咱毋知影，所以互大家爱吼，咱讲爱互相的共同相处，友善的相处。当然，无了解的所在，哦，我要安尼，你要安尼，就像我讲江南煮就好啊。啊，伊阿不卡咯，我要食切切的粉豆油的，伊毋是伊要食打好食的。啊，互较敢顺伊啊，因为咱爱食切切，咱就家切一盘来食就好啊。倒一就甲加一锅，甲放到迄冰箱，足简单的，对不对？沟通而已。哦，那么说出世间无别，世间法甲出世间法无分别，因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间菩提卡如求土觉。所以呢，伫东晋陶渊明伊嘛讲：结汝在人间。而无车马喧，无念法门的生活，就是讲，亲像我拄则分享，外口咧，迄落放迄个啥物烟火大炮，互发伫阮兜虽然叫大炮惊着，但是我嘛袂俗讲，我要来，因为呢，互我迄工去，敢若是去邮局，还是去阿户保险的位置啊，我看迄落安阳迄个对面遐吼摆一抓的迄落小商店，我上奇怪，摆这咱商店嘛摆伫阮夜市咧这边，为虾米摆伫这边？哦，就摆伫即个月头前迄条路啊，原来就是咧闹热啦，但是我拢无看到香灯，是甲暗嘛，才有看到香灯咧，但有听到咧放炮声。但是而且咱伫这个世间内底，有世间法，有出世间法，咱要如何用咱的善知识，用咱的智慧去来善分别第一义之不别？哦，这就是叫无量法门的一个成果。那么这就是佛学，甲咱分享的10种无量法门。那么搁伫经文内底，伊讲，咱的经文内底有色自本心，不加佛学伫经文内底有用红色的标出来，迄几句吼。色自本心，解脱发这三昧无量，伊甲这4道项化成等号。因为你若法度色自本心，就有法度自在解脱。
那么就有人逐到发济三脉，就有法度人真正大家正定无受罪，人讲无受华严罪者，那么这叫做无量品。从四大项目来甲伊画成一个长头，一个会当明心见性的人，必然解悟一切法，心不染中，用即变一切处，亦不着一切处。所以咱今日学即两段的经文，重点伫即个所在，重点伫即个所在。咱着做大经的，嘛是拢有体甲用。伊会甲咱讲，爱不体性的地位是啥物，来要如何去用。所以它是体用易主的真理。所以六祖伫后壁呢，伊提出来讲，反正正悟智无量法者等于达到三种的境界。万法尽通是一理通，自可万一体，自在无敌。其实呢，咱互我拢感受着讲，像咱即阵去看阿花姑也好啦，帮扶顾问也好，当然因过去伫咱道中无因就无咱今日的咱。无因就无咱今日的道场，所以呢，伊拢甲阮讲，阮即个无法度啦，就可能去拍拼，往阿花姑，你已经拢做过啊，像迄间咧咱傅先生去甲看，因为前一天我交傅先生，我要讲傅先生临时用调去山咧所以互我教生意去的时阵，迄个李庆有伫咧，就伫遐开讲，那么。傅前引去的时阵呢，咱阿花姑啦，真正用要目屎流了，咱傅前引开始甲鼓励，惊安尼身体鼓，因为他退化了，他退化，他连讲话都有一点点，人讲咱草地人讲叫做嘎吱嘎吱，但是咧内脏拢无问题，内脏无，但是骹呢头有较歹，因师傅嘛用一个病理床要互伊困，互伊当起了较方便。那么，而且因讲甲过去修办道的精神，甲即马互咱的一个感受，就是讲老菩萨甲这个年纪，因无法度甲咱出来修办，但是因的心是通达的，因的心是通达的，甲咱做鼓励，而且因的道念是会使讲非常坚强的。因此，咱互咱做一个照镜讲，少年若袂晓认真拍拼做啦吼。像因安尼的身体的时阵，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因有法度达到这个办法尽通的意境，伊今日伊袂后悔呢。阿花姑讲，我怎拢袂后悔，只是我无法度对恁安尼做尔。因为有啥伊袂后悔？因为人伊一早做开顿的呀，搁传互伊的后生媳妇、孙仔，孙媳妇、祖囝、祖孙子。甲因的孙婿全部拢咧修道，所以讲，真正咱达到念无量法者的时阵，伊到最后留下伊的念头呢，他还是可以精通的。这是我的体会啊，甲因的对话来讲，甲互我去找帮扶顾问共款。虽然即拢有请咧，长照2点咧甲因煮饭，可是呢，因拢身体拢会个真好，食那个真好。那么第二，会当建自佛的境界。那么以着华严世界之境贯通万象，咱有法度啦，